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28号，公元2017年7月21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教导藏斯卡僧俗民众要抛弃区分种姓高低的传统陋习。司政表示，复兴藏中印三国的那兰陀文化传承将会成功。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发布有关拉荣五明佛学院的视频。刘晓波先生生前接受采访，公开支持西藏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日向拉达克地区的藏斯卡僧俗民众传授佛法时，教导大家要抛弃区分种姓高低的传统陋习。尊者表示，了解到当地存有一定的种姓阶级观念，佛祖释迦牟尼是非常反对这种观念的，尤其是在当今民主社会里，我们更应该抛弃这种区分种姓高低的传统陋习。7月18号，在拉达克藏斯卡地区的一穆斯林机构的邀请下，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地的现代公立学校中会见了一批当地穆斯林社区的信众。尊者达赖喇嘛当时向与会的异教信众表示，听说在藏斯卡地区的佛教信众和穆斯林社区信徒之间产生宗教不和谐问题，对此感到十分遗憾，我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全世界信仰人口中有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等，无论你信仰什么宗教，这都是个人的自由。其实，所有宗教都传达同样的讯息，即爱与慈悲。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尊者达赖喇嘛最后还表示，社区的集体利益应当优先于宗教信仰，因为宗教信仰的分裂只会导致社区混乱，所以呼吁大家更多的了解和尊重彼此的分歧，以确保地区的繁荣与和谐。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7月16号出席了由达赖喇嘛基金会协助建立的藏斯卡医疗保健与西藏医学研究学院开幕仪式。另外，7月14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参访了在印度比哈尔邦沃勒纳斯西藏文化研究大学，并向该校师生发表了演讲。司政在讲话中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虽然中国在文革期间极力消灭西藏文化，但在西藏被摧毁的那兰陀马哈拉的文化传承在流亡中继续蓬勃发展。在对该校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司政罗桑桑格先后向学生以复兴藏中印三国的那兰陀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等为主题发表了讲话。司政罗桑桑格在该校演讲时表示，正如第10世班禅大师在7万言书中指出，中共在摧毁西藏的寺院和文化机构的同时，也试图消除藏人对身份、文化和佛教传统的认知，并认为他们已经成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司政继续表示，在流亡中，我们成功的重建和复兴了在西藏被摧毁的所有主要寺院。目前，我们有265个寺院，共有42000名僧人和尼师。司政罗桑桑格继续指出，我们在流亡中成功实现了4项愿景。愿景1是流亡中的复兴，愿景2复兴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文化，愿景3在西方发扬西藏佛教文化，愿景4在西藏重建寺院。司政最后指出，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景5是振兴中国的佛教文化。目前看来，朝这个愿景也开始启动了。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大党，其党员人数有8200万，但中国的佛教徒已超过4亿，这也是中共当局畏惧达赖喇嘛尊者的一个原因。与此同时，西藏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被中国政府强拆1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发行了一部名为《诵经的尼师突变为歌舞演员：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尼师的故事》2分钟专题视频。
在该视频中详细陈述了拉荣五明佛学院全体僧尼始终专心修学佛法，尊重生命，关爱友情，维护和平，普度众生。该学院是纯粹的宗教文化机构，可是数欲近来风不止。去年6月份，中国当局再次扰乱僧尼佛学，强拆僧舍等，严重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极力侵犯基本人权。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博士表示，当我们看到发生在拉荣五明佛学院的悲剧时，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文革劫难。我们担心文革的死灰将在西藏复燃。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索南诺布表示，中国当局强拆和驱逐色达佛学院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宗教组织、政府和议会纷纷谴责中国的这一行为。In December last yea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xpressed its concerns on the demolition of Larungar. They have adopted a resolution condemn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February this year, on the eve of the 34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6 exper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expressed concern and gave a written presentation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which stated that they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de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of Larungar.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夏尔林达珍表示。The Chinese government's destruction of Larungar and the forced eviction of its residents, particularly the nuns, encompasses a serious and systematic violation of the basic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practitioners in Tibet. And more to it, what is appalling is the fact that China is a member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nd such arbitrary and dictatorial acts actually challenges the very accountability, integrity, and the image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in itself. And therefore, I really think that the world must act together to make China a responsible and an accountable member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去年6月20号，中国当局又开始强拆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并要求色达五明佛学院四管会于2016年11月前驱逐2200名学员，其中包括1200名僧尼和1000名居士。另外，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于2008年在接受时光旅人电视台的一次专访时谈到，他会公开支持藏人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权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采访中的部分摘录。You were one of the top signatories in the open letter to the government about Tibet. What was the reason for the open letter on Tibet? 写公开信的这个理由就是说，第一点发生了西藏这么大的问题，那么呢引起这么多关注，我们觉得呢，中国的汉族人的知识分子应该表明自己关于西藏问题的态度吧。这个东西呢，就是中国是一体的西藏人的人权问题实际上是跟大陆内地的所有的人权问题在一起的。关注西藏的人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关注我们汉族人自己的人权。再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动机，就是为了缓解官方为了他刻意制造这种汉藏之间的冲突矛盾，那么我们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我们要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